但是观光旅游局为了向市民报告今年度在产业辅导、出产招商以及观光建设等丰富成果，特别以实传实美、荣耀南面为主题举办发表会。其中淡市的观光饭店加旅馆业者的成长表现，今年营收突破历年新高，上届车赢，嘛显示投资台南在台南旅游产业将再创新的里程碑。我们107年的营收，在我们112年的1到9月就达成。那我们预计今年的营收会比去年的105亿更成长。那我们的这个旅宿的这个家数也创历年的新高，达6都第一哈。到目前为止有837家。另外，在10日后，2024年台湾灯会将回到台南举办，以荣耀台南为主题。观光旅游局预计将吸引国内外游客大约1000万人次，创造周边超过150亿的观光产值。会中除了小解明年台湾灯会在安平、在高铁以及串联各大灯区的特色，并且甲各观光协会交换意见。邀请游客立时来上兰花，暗时看花灯。我们的明年的主灯哈，值得期待，叫做“拢来台湾”哈。那这是台湾灯会第一个特色。那第二个特色是我们结合台南400，还要把运河这个古运河的这个整个历史，还有台南的发展史，然后把它结合起来，有这个台南的400灯区，然后在高铁呈现出我们这个绿能灯区。然后绿能灯区就是代表一个城市的发展哈，所以我们延伸再创造一个成立有光灯区，那白天赏花，晚上赏灯，那这也是台湾灯会的第3个这个亮点。迎接台南400观光旅游局徛伫城市行销立场，统计2023年规年烫天的观光活动吸引超过133万人次，相信明年的灯会将再创佳绩。2、3，荣耀台南。台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。